對唔住，年紀大，手腳唔靈啦。倒咗1/3，收成杯價錢。服務業做成咁，唔怪之得要執啦。陳伯一個人經營咗咖啡店20年，你就體諒下啦。體諒就係縱容，有缺點唔指出，佢永遠唔會進步。批評本身唔係惡，但批評背後係利他定係洩憤？刀子嘴嘅人未必有豆腐心，更多時候而刀子嘴就係刀子心，披咗一件我係為你好嘅外衣。老師啊，佢心地唔壞，就係說話太直。心唔壞唔等於心夠好。一把刀無害人之意，但係刀鋒影在。被割傷嘅人唔會因為佢冇惡意就唔痛。我唔同意，有話直說係真性情，唔通要虛偽客套先啱？你琴日對陳伯講嘅說話係真性情定係真傷人？真性情嘅人會在意對方嘅感受，只顧自己痛快嘅人，咁唔叫真，叫自我。一杯美式。好嘅，馬精行到。陳伯呢位你太太走咗3年啦，牙精。呢間店係佢年輕時同我一齊開嘅，我應承過佢做到行唔到為止。嗰日你講得啱，我手腳確實慢咗，但我每日仲有學習，學點樣將咖啡啷得更穩。人老咗學得慢，但我冇放棄。老師，我想通啦。我嘅為你好，其實我睇唔慣你。我嘅批評唔係幫助，啲係發洩。刻薄與慈悲，有時只隔一層一層自我感覺良好，前者滿足自己，後者溫暖其他人。唔係叫你收口，係叫你停3秒問自己，呢句話講出嚟係為他定是為我？我會好好練。改變習氣，如逆水行舟，退咗10步，只進1步都係進步。唔使急，慢慢嚟。刀子嘴從不等於直率，為你好也不是萬用台詞。點擊下方標題，了解好好說話的真諦。真話可以溫柔，善意不必傷人，讓別人因你的妙語成為更好的自己。